我哋再一次訪問呢，就係高雄市方面嘅立全保齡球中心。今日欣賞呢，就係今年度中華台北精英賽方面啊，最後一場嘅賽事呢，就係男子嘅決賽啊，由兩位中華台北嘅球員呢對壘，陳德龍呢對住係吳福龍啊。咁啊呢場嘅賽事方面呢，兩大高手啊，因為佢哋喺呢一項賽事方面呢，都可以話呢，就入到去最後嘅決賽都係好正常啊。因為喺今屆賽事方面呢，佢哋兩個攞到嘅分數之前呢，係試過攞過258分同埋257分，就係屬於今屆賽事方面呢，就攞到分數最高嘅兩位嘅球員嚟噶。咁啊喺第三輪賽事方面呢，之前嚟講呢，就係陳德龍呢，就係擊敗咗隊友高正龍，而吳福龍呢，就贏咗呢，就係黃天福呢，入到去呢一個決賽方面嘅。咁啊兩位球手打法呢，可以話係相當之接近嘅，而且係好爽朗、好直接嘅打法嘅球員嚟嘅。咁啊，肯定有啲番激戰，見到就係屬於呢邊呢吳福龍啦。咁啊，試過係一次咧係攞過滿分嘅，咁啊平均分就係屬於200分。咁啊，佢嘅作戰經驗咧，同呢一個對手方面嘅陳德龍咧，都可以話咧不分上下嘅，大家咁上下都係。咁啊，見到就係屬於陳德龍啊，試過2次咧就係滿分，咁亦都係喺今次賽事方面咧試過喺第二輪嘅比賽方面攞個258分呢，就係暫時咧就係屬於男子組咧一局得分最高嘅球手嚟嘅。咁假如佢贏到冠軍嘅話咧，真係大豐收啦！攞到冠軍獎咁啊5000美元之外，仲有咧就係1000蚊嘅額外獎添。咁睇下究竟呢，就係冠軍方面係花落誰家啦？呢邊呢，就係吳福龍，99年方面呢，攞過好幾項賽事方面嘅冠軍嘅，咁包括呢就泰國精英賽冠軍，同埋呢就係菲律賓總統杯方面嘅第3名，而喺舊年嘅亞運方面都係攞過呢就係金牌嘅。陳德龍都唔差㗎，喺98年嘅賽事方面呢，喺好幾項嘅大賽都能夠入到去最後嗰前4名啊，或者係前6名方面，包括呢就係有大獎賽啦、新加坡精英賽啦，同埋咧香港精英賽。呢一場賽事方面真係叫做高手過招啦。好啦，睇下現場方面嘅比賽過程啊。咁首先呢，就係屬於呢係陳德龍。好嘢！咁啊，真係可以話呢，維持翻佢喺之前嗰場賽事方面呢嗰個氣勢啊。因為佢喺之前嗰場賽事方面呢，臨到尾呢攞翻個全中啊，果然能夠呢，就係喺呢一場賽事一開始馬上嚟一個全中。哎呀，呢一邊呢條線路啊歪晒啊，完全咧入唔到呢個 head pin 啊！喺嗰啲3號屏方面入，咁啊結果呢就係大家睇下啦，見到呢就係1、2同埋呢就係4呢原封不動嘅，喐都唔喐下喎。不過仲要補翻啫。入得好準，咁喺呢個呢就係1、2號位入去呢，咁啊當然就係能夠成功補翻呢球波。咁啊喺第一個飛方面呢，雖然話攞唔到全中，但係對佢嘅影響唔係話咁大嘅。咁啊呢個呢就係陳德龍方面就係屬於高雄嘅人士嚟嘅，咁啊相信呢好多咧鄉親父老呢特別入場呢就為佢打氣嘅。咁喺上一場賽事方面呢，我哋見到呢就係呢一個吳福龍呢。咁啊，發揮得唔錯嘅，特別喺尾段嘅時間呢，係一口氣呢係攞到 double。咁相信呢一場賽事方面呢，就係雙方嘅鬥多傳中，就唔係話好似之前嗰場女子決賽方面呢，就係好多嘅失誤出現嘅，入得好準繩啊！對翻呢邊呢，就係陳德龍啦，好爽朗打法，啲波中嘅話真係咧，好似炸開啲波咁樣。睇下呢啲波幾爽啊！完全都唔會話咧拖泥帶水，嗰啲平跌落嚟嘅時間呢，係成扎咁咧就跌晒落去。已經係2個傳中啦，一開始咧嚟翻個 double。
咁好顯然咧，佢哋對於球道方面咧係完全適應晒，係冇問題嘅。搞掂！哇，Turkey 啦，犀利啊！咁佢打完之後咧，都係馬上咧就係閉目養神啊，集中翻自己精神咧，去到咧就係應付自己嘅比賽。咁睇嚟兩位球手咧，對於呢一場賽事咧係做好晒咧係充分嘅精神上嘅準備。不遑多讓啊，亦都搞掂啦。咁大家都係拉成均勢嘅，轉數方面啊好犀利嘅，入位方面恰到好處。咁啊，佢攞傳中方面嘅動作好細微嘅，而家仲係好興奮啊！如果係吳福龍興奮嘅時間咧，一攞傳中咧，成個人彈起嘅。又有，犀利啊！而家成場咧嗰啲咁嘅滿分嘅符號咧就係四圍飛啊！雖然咧呢一個波咧就稍微咧就係薄少少，就唔係話咧係咁入得咁多，但係都轉數好夠，速度好快，能夠咧就係帶動晒啲波咧全部咧就係跌低晒。雙方咧打咗咧共咧係有7個 frame 咧，有6個 frame 都係傳中。又有啦！哎呀，真係踩太早啊！個波都差唔多跌咗一半咁滯嘅啦，已經竟然咧就係企翻喺度啊！佢自己都好唔順啊！睇下條氣啊！睇見根本就係撞到啦，已經嗰個4號偏咁啊撞到本嚟跌嘅時間咧，咁啊2號偏咧就係向後一倒落去，竟然咧就係將嗰個4號偏咧攔翻住，企翻喺度嗱！呢啲真係人算不如天算，你根本就已經係撞跌咗噶啦！竟然咧就係俾另外一支平咧就係反彈翻又一企翻喺度。而且仲係移咗少少位添，都唔係話喺翻呢一個咧，就係4號偏嗰個位置嘅。咁啊，由於呢就個偏咧移咗位啦，咁所以咧就係現場方面咧就要擺翻落去呢個位置度嘅，要係完全係離開晒嗰個偏嗰個 mark 嗰個記號位置嘅啦。咁所以有時咧就打保齡球真係好難講啊！好啦，咁啊擺翻好先，擺翻好啦，4號平喺度，比較可惜噶。咁嘅情況之下咧，斷咗唔能夠咧繼續咧係 double，冇問題。咁由於咧就係咁啊喺第4個 frame 咧唔能夠係攞到呢一個傳中啦，咁啊令到咧吳福龍咧就係可以咧把握住嘅機會咧係追翻上嚟嘅。我哋睇翻啦，陳德龍方面啦，第5個 frame。哇，相當之靚啊！炸起晒㗎，咁佢個波咧落，佢今呢盤波個落波都落得好順啊，好靜啊個波。哇！吳福龍仲有喎，已經係第4個㗎啦嘛 ，double 啦！哇！真係兩個人好似根本都唔當場係決賽咁，當普通練波咁打咋。因為最後一場波啦嘛，咁佢兩個都真係啊
第三格係爭1分，但係呢就伍福龍呢就有個 double 喺手啊！你睇個波白點幾緊要？咁個波呢個呢就個位呢就爭少少，即係薄咗支1，所以呢打唔到支5啦。亦都係俾翻啲機會呢，就阿陳德龍呢就追啊！稍微薄啲嘅話呢，我見到個波呢係會向右邊呢飛咗去嘅。係啦，因為佢啲波呢係實在呢就係輕一啲啊！而家調翻轉呢，倒翻呢就係阿吳福龍呢就有10分嘅領先優勢。咁如果陳德龍呢打翻個 double 嘅話呢，就追翻㗎啦已經。縱然即係雙方嚟講，即係個分數呢，暫時都係好接近嘅啫。真係好可惜啊！正話第4個飛馬，啲4號偏跌咗一半都企翻起身。有啲歪咗啦，個波薄咗。咁呢球波補翻嘅時間呢，都會係落後俾對方呢，就吳福龍10分。雙方嘅發揮呢，其實都係唔錯嘅。咁啊，雖然話呢係有幾球波呢，真係攞唔到全中，但係攞薄少少啫，唔係話呢，即係好離譜呢，就係走晒位咁樣。係去第5個飛馬119到129，而家第6飛馬大家都係同樣呢，就係保中嘅。去翻25號拎嗰邊呢，應該就對佢係比較有利啲啦。有啦，雖然1、2位啊，但係呢個波嘅力度夠啊。咁上一場都算係叫幾高水平嘅決賽啊！冇錯，暫時嚟講，大家知道最後一盤啦，咁就搏到盡啦。哦，弊啦，打個分平，但係呢頭先呢就伍福龍呢就補過呢支嘅，同頭先係完全一樣，係4同10。喺正話4強比賽嘅時間，賽事嘅尾段呢，喺第10個飛嘅時間去補過啊，真係補得好靚啊！故技重施，睇得唔得啦？哎呀，唔得啦，爭好遠啊！哇！呢一下真係可以話呢，來回啊真係俾晒對方噶咯喎。係啦，而家呢就反而對方呢就應該贏幾支啦。要話如果一個唔覺意呢，如果陳德龍呢整翻個 double 啊，或者係 turkey 嘅話呢，咁真係就係可能就呢一個呢，就係成為一個勝負嘅關鍵因素啦。仲更加歪咗添。睇下 double 偏啊，有啲危機存在。咁啊，正話嗰個斷咗嘅情況呢，真係對佢有啲係造成一定嘅打擊㗎。即係個心情方面呢，仲未能夠咧係可以咧回復翻嚟。而家第8個飛呢，如果係再有咩錯誤出現嘅話呢，就真係難以挽救啊！嗱，對方呢係連續3個飛呢都攞唔到全中嘅，咁啊陳德龍呢就好大機會啦！而家只要自己爭氣啲呢，應該就問題唔大嘅。佢話如果真係喺呢個時間攞個 turkey 呢，就一口氣就將對方拋離呢，就已經可以係奠定勝局。
佢都係歪咗喎。咪調翻轉咧，佢就已經係領先分咧，應該係對方係有4分嘅。哇！啲4分就真係好睇啦，去到第9同埋第10個 frame 真係兩個人啊一決雌雄啦。而家去到呢就係第7個 frame 呢，就係陳德龍就159，咁啊至於吳福龍呢，就係155分，咁啊真係要靠第9同埋第10個 frame 去到決定勝負啦。咁啊4分嚟講，真係可能根本就都冇分別嘅啦，已經係差唔多個等於平手咁上下。哇！呢個波雖然係薄咗啲啊，但係呢足夠嘅能力啊！呢個傳中呢，對佢嚟講好緊要喺第9格。要逼到對方呢唔攞傳中唔得噶嘛，但係就好可惜啊！啱想話唔攞唔得嘅時間，佢就打咗嗰隻9支出嚟，咁啊可能就形勢比較危險啲啦而家。咁尤其是陳德龍嘅第9格有傳中，伍福龍冇，咁陳德龍領前緊4分、5分呢，咁就所以呢，就形勢對陳德龍嚟講就好有利啊！好啦，睇下邊個喺第10格嗰度起個 double 或者係 turkey 啦，咁就贏㗎啦應該。如果係吳福龍呢，係攞晒3個傳中嘅話呢，咁個分數方面呢，就係會計一計先嚇，194咁啊再加3就224嚇。224啦，仲有機會贏㗎。哎呀，再打7支添。打9支好過打7支咧，一支都好好襟計嘅啲分數真係。同埋呢個仲有機會犯錯添。呢一支都補唔到，真係大勢已去嘅啦，佢就。有，而家食粥食飯睇下對方嘅啫。冇錯啦，打晒伍福龍呢，就攞翻211分。有啦，冇錯，211分就係屬於咧吳福龍嘅分數。咁啊，陳德龍方面呢，計一計佢呢，其實跟住喺第10個 frame 呢，第一個波攞個傳中呢，就已經差唔多咧穩操勝券嘅啦。陳德龍只要有個 mark， 即係有個傳中或者保中呢，就已經贏緊㗎啦。咁睇下陳德龍呢，係咪真係好似呢，就係女子方面嗰個朱有幾樣啦？能夠呢，就係又攞冠軍獎金，又攞呢個呢係一局最高得分獎。唔分定嘅贏啊！弊弊，亦真係計一計嘅咯喎。一定要保中啊！哇！真係諗都諗唔到咧，真係去到最後呢一個波咧，或者先係決定勝負啊！一定要保中。保唔到嘅話咧，就大勢已去；保得中咧就搞掂。好緊張啊！真係唔敢講話掂唔掂嗰啲嘢。有啦！哎呀，冇啊！哎呀，
我哋戥佢緊張啊，就係輸呢一個波啦。哎呀，206分啊，真係慘啊！真係諗唔到啦，206分，如果波一補中就有啦，就係啱啱就 double 偏啊！佢就係 double 偏同埋分平就係衰呢度。唉，陰公啊，陰公啊，真係。我哋同佢計緊數嘅，成日都話分平咧就輸。咁啊 Vivian 咧，阿馮太出嚟咧就係頒咗嗰就係冠軍俾佢，即係可能根本連阿連福龍自己諗唔到㗎，唉，佢話諗唔到，唉，我都輸㗎啦，已經高手過招，真係諗唔到，竟然最後咁嘅情況出現，佢自己真係諗唔到。哇！真係峰回路轉，真係最峰回路轉係啲球波啦，真係。係啦，咁啊，應該就同佢啲家人啊一齊分享咧，就係勝利嘅喜悅啦。